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係發仔。今日係2026年6月嘅第3個星期日，正正就係1年1度嘅父親節。喺度想先祝我爸爸同埋全天下嘅爸爸父親節快樂。大家年年都過父親節，但你又知唔知呢個節日其實係點樣嚟嘅呢？今日呢條片我就同大家講下父親節背後嘅歷史故事。正片內容：父親節的歷史由來。其實父親節嘅誕生係源於100多年前嘅美國，背後仲有一個非常感人嘅孝心故事。發起人道德夫人 Sonora Smart Dodd 喺1909年，美國華盛頓州有一位道德夫人，佢嘅媽媽喺生第6個仔嘅時候不幸難產過身。佢嘅爸爸威廉史馬特 William Jackson Smart 獨自一人喺一個荒涼嘅農場度含辛茹苦咁將6個仔女撫養成人，靈感的觸動。有一日，道德夫人參加完教會嘅母親節感恩崇拜，佢突然諗到，既然世界上面有母親節去歌頌媽媽嘅偉大，咁點解冇一個節日去紀念好似佢爸爸咁辛勞嘅父親呢？世界上第一個父親節，於是道德夫人開始四出奔走，寫信俾市長同埋各個教會，爭取設立父親節。終於喺1910年6月19日，華盛頓州舉行咗全世界第一次嘅父親節慶祝活動。而點解揀6月？因為佢爸爸正正就係6月生日，正式成為法定節日。呢個咁有意義嘅概念，好快就傳遍美國。直到1972年，當時嘅美國總統尼克遜正式簽署法令，將每年6月嘅第3個星期日定為法定嘅父親節。之後呢個傳統就流傳到世界各地，亦包括我哋香港喇嘛。片尾歐操呼籲，聽完呢個故事，係咪覺得爸爸嘅付出真係好偉大，好值得我哋去好好感謝呢？如果大家覺得我今日講得好，或者幫到你認識新知識，麻煩大家幫手訂閱、點讚同埋分享呢條片俾所有朋友，等大家都知道父親節嘅歷史。今日記得同爸爸講聲父親節快樂，請佢食餐好嘅。我哋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